我讲啊，咱个生活队吼，今年都要过去，讲而家听今日安尼，想要到有够水，感觉讲这个圣诞的气氛啊，就要来安尼吼。你祝大家平安。平安。感谢上帝，鼓励咱的活命，互咱有这个稳定福气来敬拜服侍伊。牧师定爱讲，你只困得起床，真正你就爱感谢上帝。每一个时阵，每一个早起，牧师绝对起床拢讲感谢上帝，拢留我的活命，我会当去活着，会当去活着。早起安尼，咱就足欢喜安尼吼，就是庄主兄吼，这伊太太就是伊的妹婿吼，对台南的所在安尼。来到咱的中间吼，而且大家参与这个礼拜，咱甲拍鼓啊，关键就是杨清安呐吼，李智慧，杨清安、李智慧吼，请坐，我拢开始介绍，大家较熟悉、较知影吼，真欢喜，因会当对伊甲我共意思的啦，我当介答啦，伊即个来台北关心伊的囡仔吼，要结婚的代志吼，真正上帝祝福吼，上帝安排啦吼，望伊的囡仔会当婚姻。会当幸福美满吼，上帝祝福啦吼，绝对无问题啦吼。咱行伫上帝道路，照上帝甲己行，应该拢无问题吼。足欢迎。下早起佫有啥物人？牧师讲即个伊一个我帮助的一个同学吼，帮助的一个同学吼，请坐，帮助的同学吼，伊讲阿妹，你啊拢伫咧台北啊？欢迎你来当继续，而且大家做伙敬拜吼，上帝保守，帮助的同学伊讲伊的喙齿啦吼，就爱去调整，牧师知影伊的喙齿，望上帝帮助伊啦吼，互你有智慧安尼，佫互迄个医师佫较有智慧，安怎互你的喙齿佫来愈来愈好势吼，放入祈祷的中间吼，咱唔通袂记的，今日是也是上帝所设立指出咱家啦。因为咱是一个有信心，咱袂记，这是上帝咱应允的，咱是一个有信心、应允得救的人。所以咱就爱欢喜快乐，每一个时阵咱都来欢喜快乐，请咱同心相加来祈祷。所以，爸，阮感谢你，感谢你的稳定甲听头，是吧？过一遍，互阮有这个福气稳定来到你面前，来敬拜晒你。阮也要用心灵甲诚心来敬拜晒你。就也互你的萝卜所讲甲听，拢白白着你的，来感谢祈祷，拢上过最后所祈祷名来求，阿门。早起咱看到咱的周报吼，牧师伫遐特别甲即个咱周报后壁面，我才有印着迄种蛮好新世纪的运动所起的，记得牧师顶礼拜，我互咱看一个圣经就讲。一切灵拢唔通相信，有无？你就爱分辨，什么是对上帝来，对耶稣基督家来，袂记一切灵拢袂当相信。所以特别是这个万世世代吼，我用这个看伫这个周报中间，这个是这个3168句，另外一个就是这个牧师伊所写。伊写伫个进前几啊期，伊甲翻译，伊甲翻译。咱就知影讲最近即个伫咱的环境甲社会有即种新世纪的运动，咱就要足注意。有当伊甲你讲有当足类似，当伊咧讲真理，你来说，像我牧师伫遐，就讲新世纪的运动，佫叫做世界通灵高贵的运动。你话灵讲着灵。伊医病甚至会赶鬼，牧师嘛甲你用跳蚤来到河水第2周，照着撒旦的运行，行大项的神迹奇术。你来真细，撒旦会真做革命的题材。我这个本周我有带咱的相关的有几个咱的兄弟啦咱的中心互因佫较，因为有当时教会调少你别对这个爱明白，爱明白。有当时教会去。安尼有当时啊，产生乌白沙乌蓝沙，你就会晓教导，所以牧师特别把这2礼拜
我有叫马太长老看伫即个周报顶面，咱看了你就会晓了解哦。你也看，伊即个你看伊真侪基督徒伊无清楚啊，所以故意违背上帝律法，常常涉足各种的迄个哦神秘的即个什么主义、东方的宗教、冥想哦啊积极的思想。哦，即积极的思想，甲牧师咧讲，个皮尔波士咧写迄本册，佫无共哦。就是甲你讲啊，你若甲你讲啊，我会记我有一届甲一个无信的人，伊嘛咧甲我讲我这因去参加迄什么课程哦，啊偌安怎拄偌安怎，啊，互你会当安怎，我甲听，我就是知影讲哦，你这就是新世纪运动内底一环哦。啊，用迄个星座分析性格、爱情、婚姻、运势哦，地教哦受咒诅啊，所以咱看新世纪运动伫咧台湾称作新时代运动。包括什么通灵术、心灵的控制、积极的思想、潜能开发，你要注意哦，有叫做潜能开发。你伫咧社会中有拄着真侪人甲你讲哦，你来上这种课哦，哟，你安怎比啊佫较好个哦，啊，互你安怎拄好拄安怎，你来真细哦，超级静坐、瑜伽、气功、特异功能、轮回哦，轮回一个转世啊、催眠啊、巫术、占星术、环保。哦，甚至伫环保的中间了啊，伊夹带在环保里面。有书来讲，你著要足细腻，所以咱如果咱面对这个时代哦，你著要真细腻哦。啊，个人啊，佮倡伫迄个整全的医疗内底，啊，过来迄个女权运动，啊，过来迄个音乐治疗，哦，啊，即个甲你讲音乐治疗，啊，佮灵疗，哦，心灵疗法，我甲你讲你个心灵要安怎治疗。哦，新世纪电影，比如讲《狮子王》啦、《魔戒》啦、《哈利波特》等等这样，包括新世纪的音乐哇，啊，新纪元的文学，啊，大部分拢伫迄个诚品书店内底拢有。无数人讲比诚品书店内底拢歹，毋是，伊拢照着即个真出名的册店啊，囥伫迄个所在，啊，互你去看，啊，人拢足好奇嘛，哦，想要干啦，想要看我会安尼会当，安尼看会当安尼较灵的。哦，啊，就拢对这个神秘的，我说我讲，信用哦，你安怎无说咧教咱，就讲信用三个赞助，第一个是啥？用理，你会当用理性，你可以用理性。比如讲，今日你看到，天黑一片有无？你就知影啦，会落雨，你不讲问上帝，上帝啊，我今日敢袂摇雨线？袂，上帝哦，你有迄个智慧去判断，这是基本的。你出门有出日头，你就知影讲，哦，你就免走雨，哦，路会就海啦，路会炸日头。啊，所以你就，互你会当，所以头先我信用咱要看的角度，你基本的信用有三个赞助。第一个是你用你的理智，第二个就要用心学上去检测。你无法度，你知影，你就要用啥？比如玛利亚，咱即马最后说出事哇吼，玛利亚怀孕生囝。玛利亚要安怎？伊无甲伊的先生到底要安怎怀孕生囝？性情怀孕生囝，啊！这伫咧神学上要安怎去解释？哦，这嘛毋是偌神秘，神学上要安怎解释？即个你比如说什么？上帝意啥？专灵的上帝，像这上帝对石头出子孙啊！哦，伊要互你，互什么啊？互什么啊？拢在伫上帝。伊咧描写上帝迄个power，你要用神学上来去描写来解释这个第二。的物件，你就要用心学。啊，过来第三个赞助，你就无法度啊。安怎讲？牧师娘甲伊讲，第三个赞助是灵啊。啊，空中有两种灵啊，一种邪性，一种性质。啊，你毋通家己去学白沙。哦，家己想哇，足安怎？有当然，迄个神是对邪神来，啊，互你感觉足爽快，你听，你感觉哦，好像圣灵呢都跟我同在，圣灵啊在做的事，但是。牧师为哪里讲？你看你的结果是啥？会记的，有轨迹，你所给的轨迹是啥物？性情所给的轨迹是啥物？绝对内底无啥，万轮无嫉妒嘛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你无可能讲性情给的轨迹，讲叫你去害人，叫你去迄个嫉妒万轮迄个人安怎？你检查就知影。啊，所以你就要，所以教牧师是安怎要看这篇？要教导你什么？你会晓分辨，有无？这个分辨好歹足要紧啊！
那么常讲少年人出社会拢唔知影好歹有无？咱做爸爸的人拢讲啊，你爱走了，你也唔知影出社会，你也知影社会偌黑暗偌安怎，你都还袂晓分辨。哇，咱拢讲家己人安尼讲有无？对不对？所以咱伫生活中共款伫宗教上，特别是宗教上，牧师要甲你讲，一直咧甲你强调。啊，你问亚准，你杀到的是圣神，牧师要甲你讲，有的人就是安尼啊。牧师无两个讲，你讲我袂杀，我袂走啊啊！你以为是圣灵，其实不是啊，因为圣神的真正革命的题材。啊，互你安怎？哦，感觉足爽快。啊，这新世纪运动就是安尼啊。哦，新世纪运动、新世纪的运动就是安尼。哦，啊，这已经叫做流言全球的一个运动。哦，啊，伊拢借着足侪基督教的迄个词汇，哦，啊，暗示大众，我啦，伊甲你讲讲来，万流归宗，哦，殊途同归，啊，所有的宗教拢共款，有无？到尾啊拢安怎？伊甲你讲啊，恁大声来你讲啊咧，你茫袂？Only one， 只有耶稣基督，耶稣讲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活命。啊，你问讲啊，牧师啊，咱有人讲咧。大家拢，你看你嘛其他的拯救的宗教，牧师要甲你讲 ，no， 哦，因为基督徒到尾拢流于有全球啊，全拢无力去，你家己拢无力去，啊，你就爱足死伊，啊，这伫新世纪运动内底不知不觉，你看，你讲啊，今日的教会敬拜正步入于暴露伫新世纪运动的迄个参透的中间，你家己无感觉？所以有一个基督徒去告慰新世纪的音乐的领袖，真个诗歌创作哦，模仿新世纪音乐曲，比如咧银门舞集内底创办人，以及密宗唱领界内底哦，表演工作坊的迄个赖声川，以及密宗的信徒哦，啊电子和人著名的许多人啦，或者说有足侪牧师伫咧周报内底哦，往印尼个加拿大有一个叫做马修连人哦，你注意。哦，足侪拢用迄个修行，啊，人都袂当靠家己修的。牧师来讲，啊，牧师咪，咱牧师都袂，家己都袂讲啊，你讲袂受歹做歹吗？袂受歹吗？牧师甲你讲，牧师嘛是人啊，对不对？无可能讲，我靠家己要安怎食做啥物，无有代志啊。牧师要甲你讲，不要以为假装，啊，人拢足假。牧师要讲，人拢表面上看啊，足好啊，其实无较早拢。颁奖什么大善人啊，什么啥，咱大家拢颁奖啊，到尾啊讲啊，伊是一个欺骗，大欺骗的人，对不对？人拢足后给咱拢看表面，所以唔通袂记，牧师一直咧甲伊强调，你定会晓啊，倒转来圣经。哦，这礼拜阮查经的中间，牧师咧甲啊，迄志明丢落去主理，牧师来讲，你定会晓倒转来圣经。圣经上帝话咧讲啥物？哦。人袂记，你爱倒转来圣经看，到底圣经咧讲啥物？所以毋则爱查经，爱无甲你教导，你免来知。所以毋捌你着爱认捌。哦，像人啊，这小黄条咧祈祷，讲认捌家己，认捌上帝。哦，咱看圣经要创啥？牧师佫甲讲，咱看圣经要创啥？就是要认捌上帝，认捌家己，毋是要互你安怎？要互你食做啥物？要互你变做啥物？毋是要互你变做正咧。我比你佫较安怎？我比你无有代志。所以甲你讲啊，你读圣经的目的，重要紧的两个目的就是要互你认捌家己。圣经是啥？一物件，对不对？照咱家己，过来啦，认捌这位上帝。所以查经中讲，可能咱对上帝理解为人是上帝是这圆的、三角的、菱形的，有无？咱对上帝迄个认捌的观念无相。所以你对真理，所以伫咱即个咧查经中，你看罗马书第9章、第10章。讲啦，保罗在指出讲，这犹太人因是安怎？因敢若有一个宗教的热情，当然你教会好足个热扑扑的这个，但是啊，你无迄个真知识，无迄个真的栽培，因为你对圣经未了解，你根本就唔知，啊随波逐流。我记伫这篇内底吼，嘛是共款，有个人对圣经内底。也无捌啦，拢毋捌，拢甲皮毛，知影一寡皮毛，常常往开咧后边行咧。所以甲你讲，你要对圣经啦，你要真正对圣经啦，佫较认捌深入，佫较互你佫较会当分辨主灵。所以伫个
牧师顶个互咱看，所以我顶个互咱看，我讲你会晓分辨诸灵，所有的灵你不可多信我。你几啊千年前上帝就甲你讲啊，你伫迄个约翰啥一书还是三书？约翰一书内底有吼，约翰一书内底哦。我约翰一书第4章，我亲爱兄弟，一切灵你们都不可信，总要试验哦。哪些灵是出于上帝的，不是？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，哦，包括所闻，我未记，哦，牧师来讲，你得要谨慎，哦，所以今日是大讲节第一处理，牧师特别用甲别人分享，咱三个做伙来思考。甲你的边仔讲，耶稣听你，吼，那伊就啊，哦，耶稣听你。真感谢上帝吼！早起恁若看迄个，我常甲你讲，你若8点起床吼，2点起床啊，你就看一下电视迄个 Good TV 内底，查斯坦利有无？查斯坦利，早起你看到查斯坦利所咧讲，啊嘛，甲牧师会早起所咧讲，拢伊嘛是讲啊，你定是毋通随波逐流，你做基督徒你啊会晓去安那去影响别人。你讲着讲有一个阿嬷。伊讲啊，讲我觉得小朋友拢讲，阮阿嬷哦，我叫我一定爱来听你讲道啦。阮阿嬷我叫我一定爱安怎爱祈祷，爱来听你讲道。牧师，那牧师也讲啊，阿嬷对你有什么影响？还讲有啊，阿嬷对我影响很大。OK， 咱是光是阳，做基督徒的人，耶稣甲咱讲啊，咱是光甲阳。你对人的影响是啥物？你对你的囝孙影响是啥物？你可以看到什么？人一拜，人袂记。你家己对孙，你可以看到什么？哦，啊，你得用这种圣经上帝话做一个标准，哦，对不对？所以查斯坦利才去，我所以讲，所以拄好咱今日要讲，甲别人分享。其实，咱若甲别人分享，你若对这个地方吼，讲你甲别人你安怎分享，就是好难万一讲你到底你对别人有什么影响？哦，咱直接对这个哦啊，当然不是咱今日所读的圣经哦，对啦，到尾对儒家啦，哦，牧师话咱读啊才长哦。其实你看对儒家才3章读啊40-80哦，内底这个足个真理的中间，真理的讲法，内底实在是充满了足个啊，几啊篇讲篇啊，你若对30-30到40-80篇40-80哦，会讲几啊篇的讲篇啊，哦 ，OK， 30-30咱大神牧师底下讲这上帝话。讲恁的财宝伫倒落，恁的心也伫倒落。这句话是咧讲啥？毋是讲叫你去足个积住足个钱财啊，像这不是啦。你的财宝，什么是你的财宝？就什么是你的财宝？哦，啊，就是讲你第一个，你注重的是什么？顶礼拜是9分节，顶礼拜9分节，牧师要甲你讲。你有第一，顶礼拜是感恩节，我带牧师带大家伫咧上帝面前，跪喺上帝，我是跪喺上帝面带大家祈祷。你若有来参加啦，牧师讲，你去试看卖啊。牧师带恁祈祷咧，跪伫上帝面前咧，你甲上帝讲一年来要安怎，总是你 miss， 你家己 miss。伊讲你有第一无？你的心伫倒落，你的财宝伫倒落，即句话足要紧。要甲你讲，信用袂再拍者，信用袂再用什么来取代我。牧师要甲你讲，你真要紧，真要紧。所以迄个查斯坦利讲阿嬷，哦，8个孙啊，就爱去听牧师讲道，不然也8个孙啊去听牧师讲道，有阿嬷就是安尼啊，哦，对不对？所以毋通袂记，你应用，你的应用是啥？哦，毋通袂记。所以咱看伫圣经内底。啊，甲伫，所以你的心伫倒落，你的财宝伫倒落，就是重要紧。就是咧甲为人看圣经看啊，毋知到底是咧啥。其实圣经咧讲，你的财宝伫倒，就是讲你伫世间你上注重的是啥？你的财宝是啥物？我说过提起来真正，
咱做基督徒的人，咱搁家己的伫教会咧出入的人，你着要知影教会节期，什么是真要紧的节期？啊，袂办啦，咱搁有圣诞节哦，咱感恩节无，啊，搁有圣诞节，什么款的教会节期你会记？会记，这节期足要紧。哦，这节期足要紧的，伫教会，我头仔讲，我早起我带咱逐个基督，人个会外的人拢替你庆祝圣诞节，啊，你家己基督徒啊，马虎亲你参加。哦，啊，这实在是足讽刺的，你知哦？哦，人喺外口他们真五百，啊，你他们礼拜日咧什么真五百，你家己就对家己个无尊重。你无事想要带你伫上帝面前祈祷，就是尊重上帝，上界尊重上帝，甲上帝讲什么？你一年来上帝安怎带领，过来新的一年上帝要安怎带领，你家己 miss 去，啊，你毋通怪别人。牧师要甲你讲，任何的代志拢袂当假当咱甲上帝。OK， 人袂记。咱对33一直到内底有真济哦，真济。伊讲你讲就讲敬信，有只佫讲着一个讲敬信。而遐你讲主人就是咧讲上帝，罗卜就是咧指咱。哦，啊，你要看，伊讲看见罗卜的经验，迄罗卜就有福气。所以你爱敬信，嘛是就爱甲你讲，你着爱知敬信就是讲知，有无？啊，就是基督徒对家己的节日礼拜日拢亲亲切切马虎。你家己都袂知啊，什么人会知？做爸母的人，做阿嬷的人，你就会晓得。咱看到咱教会这前辈，有无？较早咱的妈妈，较早咱的阿嬷，你也看，拢安怎咧甲咱知？所以人袂记，圣经内底，伫个内底，所以你讲伊关节后壁，41节开始，你讲伊中心有建设的关节，这嘛是你讲伊讲知。所以上帝啊，要派伊管理所有一切所有，上帝要派伊管理一切所有，而且你看看上帝要派伊管理一切所有是咧甲你讲，只有足深的含义伫。你的灵的内底，你讲上帝将来，你讲伫迄个国度内底，你嘛伫迄个国度内，上帝要派你做什么款重要的角色嘛，无一定。哦，所以嘛袂记伫第二就是天理，对不对？你伫世间伫地面上，咱伫遮咧学习吼，啊，所以你要看，你要对33节一直到48节，哦，你实在是足侪讲篇通好讲，哦，不过牧师大概在咧甲你讲什么，其实一个重要嘅就是你有知，集中知伫上帝啊所交托你嘅啊，你重要嘅，你早起读到嘅就是也是你有集中知伫上帝所交托你，不过咱早起咱要只有咱对即个所在，咱要讲起咱的主题，毋是个，咱要讲去甲别人分享，吼，甲别人分享。所以今日是大讲者第一个主题，就咱每一年所期待圣诞节都要来。啊，这个圣诞节就是一个给予的日子，就是好人的日子，有无？圣诞节，吼，啊，上帝创造咱，吼，伊无忍心，不忍心看咱，吼，就是讲看咱去沉沦，所以伊找伊的独生囝耶稣基督来承担咱的罪，成做拯救咱的祭品。啊，这是圣诞节的由来，哦，圣诞节的由来。当咱就要感谢主的恩典，咱就去关怀咱四周围遐安那需要关心的人，一直到今仔日安那转变做互相赠送礼物，哇！那伫咧外国，伊伫咧圣诞节拢会交换礼物啦，哦啊！伫今仔日咱台湾较早我有卡片有，圣诞卡片我记我的同学哦，我圣诞节到伊拢会寄个卡片。伊拢哦，伊知影你是教会啦，伊拢会写卡片，寄个卡片。哦，啊，即摆毋是啊，即摆变做礼物啦，哦，赠送礼物。啊，照着以前是照着批信啦、卡片报平安。哦，甲耶稣基督感谢的好笑，但今日圣诞卡诚做大家互相报平安，有无？互相迄个哦送温情的代表。你看外口有哦，哇，迄册店嘛拢咧卖迄圣诞卡，足趣味哦。因若毋是基督徒，但是因拢圣诞节到，伊就是。摆规大堆的圣诞卡买啊，买互你去买，去叫吧。哦，啊，这就是已经叫做普遍。哦，所以你也看今日福音已经普遍伫咱的四周围，对不对？啊，你家己，哦，所以今日的经文咱知影，一切拢是上帝的恩赐。哦，特别记载伫路加12章48节，哦，牧师透过即节圣经，咱注意三个的修改，因为加互什么人就什么人加添。你加交通什么人就什么人加啊啦，加你讨较济，吼，
上帝交托你，交托你的大志，所以咱伫这世上一切，包括咱的时间、咱的才能，一切物质所需要基本的人权等等，拢是上帝交托咱来管理、来支配、甲运用。咱的时间、咱的才能，特别咱的时间，兄弟姊妹，你敢无？你敢袂紧张？我食到这个年纪，活到这个年纪，上帝佫留咱的活命，互咱佫偌济时间啊！你讲阮囝，我足趣味，阮后日讲，哎哟，世间，活伫世间，啊，无偌长啊，无偌久啊。后来我听到伊讲，活伫世间无偌长。你也无咧偌老，我习惯啦，我习惯真正咱有当时你想看觅，10000年久啊！我去甲人咧接触，中间，甲咱咧来咧争电话嘛是共款。我讲哇，牧师啊，我迄时间咧过足紧的，你看咧乌帮写到最后1个月啊，今年佫无去啊。我讲，阮月历3个月一季，对不对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，4季1年过。你哪日后壁听到尾好无？表示什么？时间咧过足紧，是啊，咱10000年有啦。所以你要讲，咱的时间、咱的才能，一切拢是上帝所甲咱基本只，所以上帝所交托咱来管理。你要咱好好。为主来做工，所以来讲，你专心为主做工，你拢袂。但是咱定咧讲，我要安怎有专心做工？就是头拄圣经所咧读的咧讲的，你的财宝伫到你心里头，你有底有。你今日你伫教会办咧角是虽然你是一个基督徒，你办咧角是啥物？我忠心伫上帝。逐礼拜我就要尽本论。做忠心的人，有忠心伫上帝事工的里面，你有交托你有尽本论爱去做。就一年啊，你家己想看觅，你家己小可讨论，小可家己检讨者。你要爱上帝甲你安怎？你家己本身有一这足要紧。所以你着爱家己安怎咧想，所以忘袂记上帝将伊交托你时间才能，若无你就甲你安怎，甲你摕去啊！伊加互你，你无要用，伊就甲你摕倒转去。敢是安尼，所以忘袂记的，咱咧一切时间拢是其实拢是上帝所交托咱管理、智慧甲运用。咱就今仔日这经文咱大家来分享，几点上帝信息头一点，咱要甲人分享啊，物质甲才能。伫个30到34节讲，恁着爱变卖所有去进阶啦，为着家己啊，准备迄个被败坏一个天地啊，用袂了的一个财宝伫天顶，就安那，是贼所袂当安那接近，虫也袂就的所在，因为恁的财宝伫倒，恁的心命伫倒来救。圣经底下真侪即句圣经的迄个含义足深的，但是也是咧教导咱什么？伫将来迄个天啊，袂无惨啊，嘛袂毁坏，迄个是永久性。你世间这拢暂时的，你一干嘛袂无法度通摕，对不对？小女就会早起讲可能伊拄则伊的先生互上帝甲调去，伊诚伤心啦我会感觉唔甘爱的伤心，总是另外一方面，忽然间，咱嘛想袂着，嘛去体会，你看看一工拢带袂去，敢是？对不对？你甲安怎一工嘛带袂去？总是。咱要安怎？咱着要好好要安怎？积聚财宝伫天啦，积聚财宝毋是伫咧地面上，因为伫天才是永远袂安怎毁坏的所在。你的财宝伫倒落，你的心也伫倒落。是讲你有底伫上帝，所以你若专心侍奉上帝，底伫上帝圣工的顶面，上帝迄个满的安那恩典所满伫你后壁咧地里，你拢知。你就是咧积聚财宝伫天啊，毋是伫咧地。做上帝讲，有人咧讲，牧师话交代我逐项做什么遮个艰苦免哦。牧师甲你讲，你积聚财宝伫天，你家己你积聚财宝伫天，你家己毋知。你就会晓了解圣经上面的话咧讲什么。虽然说凡事咱就要变为所谓真正人，毋是干那伫物质，
包含上帝所守住咱的灾灵。所以圣经上帝话，哦，讲啊，人腰毋是无饭件通好食，有无？人喙焦毋是因为啦，伊无水通啊啉嘛，是因为啦，人无法度听见上帝话。所以牧师来讲，爱强调上帝话重要。有啥你阿嬷甲你讲，你著爱去敬拜上帝，听牧师讲道，就是听上帝话，有无？牧师拢会讲，伊圣经上帝话咧讲啥物，就是听上帝话。所以咱著爱会晓食上帝话。所以咱定不是讲牧师定咧讲，咱食饭的中间讲，人我毋是靠食米，是靠上帝嘴所出一切话。你著要用心灵去意会，哦，即句话。所以人无法听伊上帝话，感觉啊啦，所以伊会感觉足遥无足爽用。哦，你看我虽然安尼。外口啊，大家拢总有啊，好也有，但是咱知影，根据调查，今日是真济足好嘢，伊拢足啊啦。而且伊的心灵足饥渴贫乏，真正是安尼啊！哦，你茫看，敢若看到人的表面。哦，这有一个诗班叫做喜乐合唱团，有机会咱来邀请伊，因都是青梅，哦，喜乐合唱团，啊，青梅佫要安怎喜乐啊？人都看无，为是先天的，为是后来。所以你要看喜乐合唱团，因虽然无看见，总是因唱出因的见证，因倒出咧见证，哦，倒出咧见证。所以咱蛮袂记，是是，咱看去哦，立刻，王主咧讲，出事就无骹无手，有啊吼。啊，佫一个最近总会邀请伊来。哦，伊原来是无手的，啊，伫遐倒出咧见证，啊，咱伫主的内底，所以咱就知影，咱真正是感谢上帝。上帝话咱有啥物你袂晓运用，袂晓好好来侍奉上帝，哦，因为因拢找着主耶稣的疼，甲上帝稳定，迄喜乐合唱团，哦，啊，这也是上的分享。哦，咱听到伊咧唱歌哦，听有够水，你有听到？我毋知伊是基督徒，你若去捷运站有无？捷运站，你若出捷运站，拢有看到一寡车迷有无吼？还是讲那个像我无拄好，因拢伫遐咧弹琴唱歌有无？咧唱甚至为我听伊唱诗歌，哦，还以为是唱流行歌，啊，甲诗歌人要唱，哦，你就知影讲，应该伊我是教会咧唱为主，但是你看到因嘛是咧将因上帝手髓分享互别人，啊，所以啊。咱伫世上的日子，爱将上帝所守住咱的一切啊，摕来分享互别人，方便记吼。第二，咱大家爱将时间分享互别人。咱可能咱会讲啊，我足无闲，我足无时间。咱定下不是安尼讲。哇，咱伫咧生活中，咱定下不是安尼讲。你为啥物坏试看嘛？上帝也求你帮助我较有时间来侍奉你，敬拜我使。我伫家庭里头种关顾啊，我较有时间来侍奉你。你试看卖啊！啊，创啊到尾啊，你家己教会什物活动你拢袂当参加。啊，无啊到尾啊，你伫教会做啊足侪担任着啊，到尾啊无啊家己你教会啊什物大项拢袂当参加。为什么？我毋知。但是你著爱会晓会记。当你做着教会担任到，你著爱定定祈祷，常常伫主诶内底。啊，爱常常伫主诶内底，无我牧师要来讲，你有当时你离开上帝，你家己毋知啊。你已经毋是早时的你啊，你家己变啊，你家己毋知，是你家己变，是上帝的话变，是你家己变。当你做教会一个职务了后，你开始你就感觉讲哦啊，那个你 OK 啊，毋是呢？牧师无甲你讲，你担任教会职务，就是你洗礼了是安啦。毋是 OK 咧，毋是讲啊，我 OK 啊，我就会当安怎？是开始尔啦，开始要追求尔咧。无我甲你讲，真正咱做长老的人，做中职的人，你做做长老，我甲你问你逐项你嘛毋捌。真正我拢是甲你讲，我甲你问圣经上帝话教是，我敢甲你讲，我甲你问你逐项嘛毋捌。但是问题就是讲，你著会晓去开始要追求，要认真要追求，要搁较慢。你家己搁较慢，你毋才有法度去教导别人，影响别人。会则去他斯顿利讲啦，你会晓甲你定定爱
你安怎影响别人，就是你本身的什么见证。你要分享，互你的囡仔是什么？你讲什么？牧师定咧讲，有无？我伫教会，我伫逐种的教会，你看，火烧着，大家拢看到我了，拢讲，到即阵啊，会友咧甲我讲，牧师啊，你太会去哦，你去哦，迄个啥？这传播做记号，表示伊都无咧滴。牧师啊，讲啊几百万遍啊，甲你讲，这就是迄个火烧着的嘛。甲你讲这火烧着，你甲我讲啊，传播啊，搁咧到即阵啊，看到我，搁咧，我做者经教的行过看到我，真正你为人伊无咧滴。你是牧师咧分享我的见证，我规个我较早是影响不良啊，三啊一箍仔得高了，比迄壮贤壮幼因讲较瘦，三啊得高的，我细汉出世，迄个袂活，到时拢袂活咧，我爸妈甲我记着，所以伫咧腹肚内底就甲我放起来说，生出来是影响不良，这是会烧着某迄个羔羊啦，新民教会伫咧坚定咧新民教会，去互火摸去烧安尼，安尼为遮安尼酒精安尼热落，规个拢烧起来。后来才做一个记号，有无？乌一大年做记号，我嘛毋知后来才会变做一个记号。无我安讲，无人知影我有火烧着。无就变做啦乌白，这边乌的，这边白，那变乌白两军。不得样来乌白两，所以恁若我说人咧讲到，你拢袂咧注意我，干咧注意看我的面。这个上帝的意思，甲你做一个记号伫这个所在，做者人拢真正，你去外口对着人讲，你传播做记号，大家拢安尼讲 ，OK， 谈袂记的见证，你要分享见证，你有啥物？你本身有啥物见证，互你会行行顺顺逐时阵你要有见证我所爱讲毋通你的见证就要紧，你要咯最光最亮就是你的见证嘛，你分享你的见证。所以，谈袂记将时间分享互别人。今日咱的节目就特别强调，咱把握时间，而且将时间分享别人。然后贼，这个贼随时要来，咱拢唔知，对不对？就是甲你讲，你也好把握时间。而且你讲到这个，咱讲到今日圣经讲，你着爱警醒，迄个萝卜爱要下点，点爱点点，就是你讲啦，你把握时间，有无？你要下咧顶时点咧，你茫啊混落去，而且圣经甲你讲到时阵来甲你拍门，对印下倒来，因来甲你拍门，你着即时爱甲开。主人看了着看这个萝卜会警醒，迄个萝卜就有福气。你看啦，我实在甲你讲，主人要叫因坐倒，家己所要进前伺候因，伺候因。所以咱伫上帝国度做伙伫遐三甲做伙，三甲好势，迄是将来即种的合理题，所以毋通袂记，爱把握时间，所以而且将时间分享互别人。如果咱伫九州第四站讲啦，你毋着爱趁，佫是你是，咱必须要做迄个找我来的工，年要到就无人会当做工。要到无人会当做工，所以咱每一个人都要好把握著作修出来的时间，努力为了著作见证。这种个才去查实证礼物你老看伊伫甲你讲，所以主要说什么时阵要搁再来，咱拢唔知影，但是有真济掉头，主要说什么时阵搁再来，嘛袂记，咱拢唔知影咧，主要说伊嘛唔知咧。咱嘛像人咧讲什么时阵要来，什么时阵坐迄个啥，坐迄个飞船，有无？坐迄个外星的飞船。所以大家有足多人咧讲，你看迄电视有咧做外星人，都一共安怎做规大堆天花乱坠。我要甲你讲，我有甲你讲，我搁强调甲你讲，我一个同学调工甲我讲，你对那个外星人的看法怎么样？伊甲我问讲，对外星人，意思讲你看恁基督教。你若讲有外星人，你基督教的所以真理拢拢无效。基督教都无咧讲外星人啦，只有上帝创造。所以牧师来讲我请问你敢有看到外星人？无你甲问咯，你亲身你家己本身有看到？无嘛拢
听啦，有无？讲听来看迄报道，啊，拢迄毋知是安怎话啊是安怎，拢看迄报道安尼啦，啊，就拢咱讲啊啦，看一个影就生一个囝，啊，足侪代志，到即阵啊，到即阵啊，现在到即阵啊，讲啊啦，甲你讲啥？啊，科学家也没有办法啦证实，拢嘛甲你讲安尼。啊，你去看迄，魔术哥讲对了，你去看耶稣出世的所在，嘛是甲你安尼讲，有无？经过几啊千年前，甲你讲，啊，遮好传入伫遮，哦，但是无一定是伫即个所在，因为经过几啊千年过的代志啊嘛，伊无可能甲你确定，你家己想看觅。所以咱有当时啊，毋通袂记的，足侪代志。哦，伊调工甲你问安尼是讲，啊，你甲看，啊，你听到你基督教，你若讲外星人啊，规个恁基督教就免讲啦，有无？上帝只有创造咱啦。啊，这地球啊，这个啥拢是上帝创造的，吼、啊，所以伊要甲你调工，要甲你反问这代，所以蛮袂记吼。所以讲了，主要说什么想不可带来，咱都唔知。啊，主要所以甲你讲啊，伊嘛唔知，只有啦，被上帝知啦。哦，所以咱拢唔知，所以咱只有真，但是透过真侪调头，有无？透过什么调头？啊，咱看伊真侪有无吼？哦，迄欧洲啊，迄大水啦，啊，看什么地动啦，有无吼？中南北地动啊，你看纽约迄边有无吼？哦，曼哈顿迄边，最近咧纽约曼哈顿迄边，加即个纽约市迄个所在，过淹大水咧。哦，咱水甲看，过去拢毋捌发生的代志。哦，足侪世界真侪调头，咱看去即个气象的变化无啥拄好，足侪调头。咱也毋敢讲，啊，这就是安怎？咱只敢讲，可能是安怎。咱个人当然，咱也毋是啥物款的专家，但是毋通袂个，咱看咱真侪调头，看咱四周的时阵，咱差不多拢啊呈现在咱的前面。我今年迄个莫斯科哦，要落一个哦，迄大学落一个狗仔贵，佮伫迄堆哦，伫迄即个中国大陆好一个所在嘛是共款哦，迄电视有，大家拢咧报。哦，真侪所在做大水、地动什么，过去摆遐尼严重，哦，所以咱就要真细致、真注意，所以咱应该谨慎过日子。意思嘛是咧甲咱讲，即个条路，咱就要谨慎过日子，就是爱你就要注意，我注意，多咧为了主做见证，引带人归主。哦，所以宣教即个物件重要紧，传福音。所以无输每年讲啊，讲就是咱总会定的一寡啊。讲个关怀啊，甲哪？甲团队，关怀甲团队就是一人带一人有。咱总话咧，即摆咧讲一人带一个，啊，你甲顶一个，你伫一年的中间，你去顶一个人，啊，你甲引带伊来归主，哦，安尼就是，安尼就会使，哦，一人带一个，引带一个，有101运动，哦，咱总话咧提的，哦，最后点，做伙享受福气甲在迄个苦难吼，哦。甲同受苦，同受苦，福气同享受。那我伫个45、46讲啊啦，迄个罗伯伫心内讲啊啦，我的主人就买来啊啦，但你要烟钱，你就动手，哦，就动手啊啦，拍伊的萝卜，甲伊的而且啊，食，佮食入佮酒就是讲，啊，迄袂来啦，迄种嘛，我袂袂来，袂啦，拢袂要紧啦。我甲你讲啊，袂要紧的，我看即台圣经在，你毋知有啥物体？咱有足侪伫个啥？哎呀，迄圣经咧讲的，啊，什么买来，袂啦，袂来，袂要紧，你就做你甲啉，佮你甲食，干那咧到尾啊，拢安尼甚至吼，甲伊动手，甲伊萝卜，甲伊个吼，啊修理安尼，吼，啊所以伊想袂到日子，毋知什么时阵，迄个萝卜的主人。就遐啦，圣经讲啦，要动甲处罚，我要甲啦腰斩吼，伊迄另外一个翻译本讲要甲腰斩，哦，要动甲处罚，要定义甲伊无忠心的人的啊，动罪，然后袂。圣经内底咱看到即个圣经，伫即个咱拄啊离地教，哦，圣经上头嘛是咧，搁一遍咧甲咱提醒咧甲咱讲，咱伫上帝的时间的顶面，咱有尽忠有智。尽忠有知义啊！你甲咱提醒啊！哦，所以毋通袂记，一个受主交托的人，
伊有权利去管理人甲主所交通的，哦。但是如果伊若无照主的书面来行的时阵，哦，伊去误用权力，去欺负人，去凌辱人，啊，伊嘛会受到啊当的处罚，哦，用伊的权威，哦，所以咱对这档圣经来，当然每样体会无同，但是咱最主要圣经来可能，哦，而且当然主教导咱就要好好去扮演咱的角色，安怎去做。但是你袂使去误用主予你的这个权利，哦，去糟蹋人、凌辱人，哦，来受到当的处罚，吼。虽然说，我出来讲到了，毋望咱每一个人伫世上拢会当用疼心，才较做伙啊，上主，做伙享福，做伙共患难。所以咱伫个12章40变成只强调讲啊，因为啊，加互什么人，就与什么人加出；加互什么人，就与什么人啊都要哦。加互什么人，伊就甲你加体；啊，你加互什么人，委托什么人，交托什么人，伊就甲你加你体。